家庭教育係兒童喺中童發展時期最重要嘅影響因素。家庭教育不僅涉及家長嘅教育方式及言傳身教，更與整個家庭環境所營造嘅教育氛圍有關。一個良好且適當嘅家庭環境，能為子女嘅成長同能力培養帶來正面影響。培養兒童能力，家庭空間嘅合理規劃有助培養兒童各種能力，例如專注力、情緒控制、自律能力等。以下幾種方法可以幫助家長打造出舒適、有條理嘅家居環境。一、提升專注力。家長可以喺家中設置書桌或書房，以提升子女專注力。每當小朋友坐喺書桌前或進入書房後，要提醒佢哋需專注於目前嘅工作，唔好分心。呢個空間可以同玩樂空間分割開，俾子女將注意力集中喺目前嘅功課或勞作上。當呢個行為不斷重複時，子女就會形成習慣，之後每當再嚟到呢個空間，就會自然咁將注意力集中喺自己目前要完成嘅事情上，不會被其他事物分散注意力。二、加強溝通能力。家長欲加強子女溝通能力，可在家中增設親子互動區，同一般客廳之別喺物件嘅擺放位置。客廳係招呼客人嘅地方，擺件大多選擇一些藝術品，而親子互動區則會擺放一啲能促進家長與子女感情嘅物品，例如合照、遊戲用品等。喺呢度，家長可以同子女一起玩耍，一起分享生活中遇到嘅趣事。家長透過同子女對話，可以培養佢哋嘅口頭表達能力，俾佢哋能更清楚咁表達自己嘅想法同意見。三、有利情緒控制。家長同子女相處時難免會發生摩擦，故有必要設立冷靜區。當小朋友情緒激動且難以冷靜下來時，就可以將小朋友帶到冷靜區，俾佢哋慢慢冷靜。喺呢度可以放置地毯同柔軟嘅枕頭，防止子女喺發脾氣時誤傷自己。同時，冷靜區可以給予彼此冷靜嘅空間，避免父母喺情緒激動時說出可能傷害孩子自尊嘅說話。四、發掘興趣同潛能。遊戲角，俾小朋友玩耍嘅地方。家長可以因應小朋友嘅興趣，為佢哋設計專屬嘅遊戲區。例如，喜歡創造嘅小朋友可以為佢哋添置白板同樂高，讓佢哋運用想像力建立屬於自己嘅王國。而中意科學嘅小朋友則可以為佢哋添置兒童專用嘅實驗道具，例如醫生套裝、顯微鏡等設備，滿足小朋友對醫生、科學家等職業嘅好奇心。閱讀角，俾子女閱讀書本嘅空間。呢個空間有助營造閱讀氛圍，家長可以鼓勵子女多閱讀，透過書本了解世界，解答自己對事物嘅疑問。同時，閱讀角有助小朋友培養閱讀習慣，當佢哋身處喺閱讀角時，就會安靜地享受閱讀。五、培養自律能力。家長可以喺家中設立時間表同月曆來培養子女嘅自律能力。小朋友可以自行決定每日嘅活動或任務，並嚴格遵守自己訂立嘅目標，從而可以培養佢哋規劃時間嘅能力。此外，通過訂立時間表同月曆，俾子女自行管理一天嘅行程，並落實去執行目標，有助培養自律能力，主動去完成當天應做嘅事情。教育注意事項：一、擺放嘅高處嘅物件要以輕為主。喺小朋友專屬嘅區域裏，要教導小朋友自行去收拾物品，將使用過嘅物品歸還原位。但需注意，擺放嘅高處嘅物品應以輕便為主，因為處於發育時期嘅兒童仲未有足夠力氣拎起寵物，同時亦可避免寵物從高處墜下，保護兒童。二、物件嘅擺放位置應考慮子女身高。物件嘅擺放位置要因應子女嘅身高作出調整，例如頭部以上嘅空間應放較輕嘅物品，身體軀幹部分嘅空間可放小朋友常用嘅物品，
大腿以下嘅地方可放體積較大嘅物品或寵物。咁樣嘅分佈易於小朋友自行打理自己嘅空間，唔需要父母從旁協助。最後，家庭空間嘅合理規劃有助子女均衡發展各種能力，學習到課堂同書本以外較難接觸嘅知識。合適嘅家居佈置，加上家長恰當嘅教育方式，有效幫助子女茁壯成長。